江西理工大学是以赣州为中心，方圆400公里左右唯一的工科大学。1958年成立以来，学校秉承着志存高远、责任为先的校训精神，扎根苏区，开拓奋进，以发展成为我国有色金属和钢铁行业以及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被誉为有色冶金人才摇篮。现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工信部、教育部共建高校，是宝钢教育奖评审学校，并被确定为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点名支持发展的高校。学校从1958年开办本科教育，1980年开始硕士研究生教育，2013年开始博士研究生教育。现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人才培养项目以及一批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学位授权点，办学层次齐全，具有推荐优秀本科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资格，是接收华侨及港澳台学生的教学单位。目前各类在校学生超过4万人。学校坚持教学优先、教师优先、学生优先的原则，通过评选10家百优教师、教学型教授等措施，引导优质教学资源向教学一线集聚。现有2000多名教职工，教师队伍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学校勇于探索，积极担当起培养创新人才的使命，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在全国率先进行新型3+1创新教育模式等教育教学改革，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生在各类国家级赛事上代表江西省高校赢得了重要荣誉，在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中多次荣进前8强，参加全国电子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和全国挑战杯赛，均实现了江西省在该赛事上1等奖0的突破。学校攀岩队有3名同学入选国家队，多次打破世界纪录，获得国际和国内各类比赛冠军。健美操队多次力克群雄，获得全国冠军。北京奥运会时，更是以奥运啦啦操大赛冠军的身份，在赛场上一展风采。桃李满园，英才辈出。学校已为国家培养输送的20多万名毕业生，以为人诚实、基础扎实、工作踏实的特点，广受社会欢迎。学校就业率一直位居全省高校前列，成功入选了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有一批学子已成为国家特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不少毕业生还成为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主要领导。据中国世界500强企业 CEO 毕业院校排名榜显示，我校在2012年中国世界500强企业 CEO 毕业院校并列第5位。扎根地方，服务行业，学校坚持以贡献求支持，以特色争优势，以创新谋发展的办学思路，立足赣南优势资源，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以构建起矿业工程、冶金工程、材料工程、机电一体化、信息技术和经济管理等一批强势学科，形成了钨、铜、稀土、锂电资源综合开发与利用4大特色和优势。近年来，获批多个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承担国家863、973高技术研究计划、科技支撑计划、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2000多项，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国家教学成果2等奖、江西省科技进步1等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80多项。产学研合作成效突出，与中国铝业公司、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江西铜业集团公司等100余家
国内大中型钢铁、有色金属企业建立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有力创新产学研协同模式，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100%，研发技术全部在企业应用，科技服务遍及全国29个省市，有500多项科研成果被采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天道酬勤，江西理工大学的办学成就不仅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也获得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江西理工大学为国家的这个建设发展建设科技强国和中国梦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工科为主的大学，你们能够为省里面培养更多的工业方面专业人才，对我们实施这个工业化走向的投身于江西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时候是有收获。筚路蓝缕传薪火，继往开来谱新篇。几代江西理工人励精图治，实干兴效，追求卓越，开拓创新。奋进中的江西理工大学正承载着建设综合实力江西一流、优势学科国内先进、特色领域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理工大学的宏伟梦想，扬帆远航。